最新消息來看，南投仁愛一架中型巴士載菲律賓來旅客經過第14線時陣，那就是因為落雨煞冰落山行，車頂包含旅客甲駕駛，攏總16個人受傷。本分局於6月7日17時許獲報，台14線79公里處有中型巴士翻落邊坡，員警到達現場處理，經查張姓駕駛中型巴士，疑因陡坡及彎道駕駛不慎，致車輛偏離車道後墜落邊坡。現場駕駛及乘客共16人，分別送埔里、埔基及埔龍救護。經醫院初步診斷，其中傷者1名有腦溢血，2名有骨折現象較為嚴重，其餘送醫民眾由醫院檢傷救護中。消防是趕緊派5台救護車去到現場救人，包含駕駛甲旅客，攏總16個人受傷，家在意識攏清楚，也已經送病院來治療。詳細事故原因是閣愛調查。